囡仔时的记忆。最近有看到一出韩国的连续剧，叫《Squid Game》，迄内底有真侪我囡仔时耍过的物件。囡仔时的记忆对我来讲是有够快乐，相信真侪人拢共款。毋过时间煞一时仔就无去啊！才1万年久，我就已经是一个涉外岁的中年人啊。到今回想起来，也真趣味。囡仔时的娱乐，除了看漫画，大部分拢伫外口耍。我阁会记得伫读小学的时，逐摆下课时间，足侪人就会走出去教室外口耍，一直到上课讲钟仔，才赶紧撞转去教室。放学甲放假的时，厝边头尾囡仔嘛会四处相伴，伫附近的巷仔内、亭仔骹，也是空地仔撞来撞去伫佚佗。迄时我时常耍的有红国鸡、跳泥、找红灯、拍红仔飘、捡玻璃珠仔等等，阁有足侪好耍的物件。现仔细想起来，较早伫耍的物仔，运动量真大，准做足简单伫耍，嘛会当耍甲大粒半、细粒半。天黑啊，也毋情愿倒转去食饭歇困。迄个时阵的囡仔拢无近视，体力嘛有够好。倒转来看即摆的囡仔，上流行的就是耍手机仔的电动，规工顾手机仔，目睭一直伫看小小的手机仔画面，毋但目睭近视，定定拢坐上久，甲人嘛无互动，阁开讲，直使身躯甲心理拢有毛病。前一阵仔，为着要互读小学的后生毋通阁耍手机仔的电动，家己带出去外口耍。我嘛真伤脑筋，有一工雄雄想着，会当甲我囡仔时伫耍的物件教回去耍无？结果后生毋但无讲歹，阁耍甲无爱歇困，即摆阁会主动找我陪伊耍。总是囡仔天生就是爱活动的，因为我囡仔时有真侪快乐的记忆，无烦无恼。所以家己的后生嘛要互伊有快乐的童年记忆，会当互伊大汉了后有感觉细汉的时，毋但敢耍手机仔的电动，阁有甲朋友做伙耍物件的快乐记忆。这才是正港的快乐的囡仔时记忆。